即字读真，一声真。第一个意思毋是假的哦，即届校正字总算用了真对。第二个意思很非常，若照正字文章就安尼写咯，代志真特别，真值得记录的代志。安尼写吗？真爱问东问西，这袂误会才奇怪吧？台语文毋是遮尔无层次啦，莫互学台语的学生囡仔变遮尔无文化层次，好无？着很会啊，即字很鼻音就读真，子音真，中声真，真特别，真值得记录，真爱问东问西。写即字真是毋是真好，真适当呢？这是真的啦，真有层次啦。同款价级的故事，搁来成捆讲一遍。即字有可能读正啦，连注音着片音囥毋着所在啦。意思嘛是真啦，嘛是非常啦，真趣味，真实在，实在真见效。写即字正，绝对是甚不适当的用字，是吧？即字甚鼻音就是正。正耶正，中声正，有一个片音声母伫头前哦。若照教育部甲片音放伫后壁，初学者照安尼读，读起来就是会怪怪。日本歌星真气小姐学唱台语歌，真明显就互教育部教歹去啊！安尼讲落是真趣味啦，真实在的讲法。就无啥物好真见效啊！即集学写即两字，学台语文真的很简单，真的真简单啦，真水哦，真有气质，真好学。安尼写出来的文字所表达的意思真清楚，真好理解。大家是毋是已经拢学起来啊？